任海怡老師。身形的的色色，但係佢嗰個辣嘅程度係10級嘅小辣椒，谷亞薇老師。由橫隔膜講到人生哲學，耳仔靈敏過專業嘅雷達，有音樂解剖大師添 Sir 蔣介詹老師。冷面無私，堪稱歌詞字典嘅周 Sir 周國峰老師。麻煩大家俾最熱烈嘅歡呼聲，我哋巨聲級嘉賓評審華語金曲歌王巫啟賢先生。兩屆中國好聲音冠軍導師李克勤先生。點解佢就唔知喎？4登峰之戰，我係你哋嘅主持人車月圓，大家好。俾啲現場嗰種好 hot 嘅熱鬧叫聲出嚟聽下得唔得？Hello Captain，keep 住，因為我哋要歡迎我嘅拍檔鄭顯峰。唔該晒燕姐，哇！原來啟德咧真係好震撼嘅，下面聽落去。Yeah. 大家好，我係鄭顯峰。嗱，首先咧想借現場咁多位嘅掌聲，俾我哋中1、2、3嘅師兄師姐，佢哋用歌聲唱出佢哋嘅中年好聲音嘅旅程，亦都為我哋中4、7強打氣。冇錯，大家好喜歡中4，都知我哋7強咧有一幅好靚嘅 poster， 我哋要多謝星級漫畫大師劉雲傑先生為我哋親手繪畫同埋設計，仲有我哋嘅星級梳化服團隊咧，為我哋7強打造最新嘅形象，靚唔靚啊？啱啦！嗱，除咗7強咧有新形象之外啦，我哋今晚節目咧都有新功能，就係觀眾點評啊！冇錯啦，大家可以 screen 你哋畫面上面嘅 QR code 啦，入到去 MyTV Super 嘅 chat room 嗰度咧，留言俾你支持嘅選手，分鐘佢哋唱緊歌咧會彈個 comment 出嚟嘅。嗱，至於今晚啦，香港同澳門有電視觀眾喺度直播之外啦，其實我哋仲會直播去到馬來西亞、新加坡、美國同加拿大。但係如果你喺世界各地其他地方啦，都可以透過 TV Anywhere 啦同步直播，即係話你無論喺邊度啦，都可以收睇到我哋今晚嘅節目，一齊直擊中4王者誕生。嗱，今日嘅賽果咧，我哋多謝黃龍德會計師事務所監督同埋核實。比賽開始之前，梗係要睇下賽制啦。中年好聲音4登峰之戰第1個回合，7強選手各唱1首慢歌、1首快歌。至於賽制咯，全香港市民都知啦。計法同我斬雞一樣咯，每個評審最高可以俾100分嘅，然之後 cut 頭 cut 尾，乘翻中間5個分，加埋除5，最4捨5入，啖啖令肉。觀眾最愛好聲音，咪即係點心分頂級咯！最受歡迎嘅第1、第2名係點點100分，第3、4名特點99分，第5至7名地點都有98分㗎。細佬，你食乜嘢啊？慢歌分、快歌分、公眾分、快分，最高300啦！7個入邊最靚3個入啦！大家同分咁點樣啊？梗係睇觀眾嘅票數啦，邊個多票邊個贏啊！實力加人氣，每1分每1票都咁重要，係喎。咁你投咗票未啊？嗱，睇完賽制咧，我哋嘅眼睛可以放落評審席，我哋坐得好整齊啦。咁啊，梗係要把握機會咧，同我哋星級嘅評審傾下偈啦。巫啟賢老師你好啊！你好，大家好，我係巫啟賢。係你好啊！係嗱，即係咁樣嘅
七強裏邊咧就都有啲鄉里啦，即係你啲鄉里喺度啦。係。咁我就幫佢哋問嘅啫，係就會唔會因為你係呢個馬來西亞嘅歌神啦，就會特別對馬來西亞嘅參賽者 harsh 一啲、挑剔一啲咧？有幾點機可以走啊？而家你問走得啊你？咁尷尬嘅問題嗱，我對馬來西亞歌手係好大嘅期望嘅，就係因為期望高，所以我對佢哋要求係高過其他嘅地區歌手嘅，哦，一定嘅。係。咁你覺得呢個中年好聲音呢個節目嗱，你其實嚟咗幾次啦？係今次嚟到 final 啦。係。你覺得我哋係即係而家做成點咁樣咧？哇，不得了啊！我都未見過好聲音做到咁虛冚嘅真係啊！多謝毛啟賢老師。咁大個場坐滿晒人喎，賣飛㗎。係啊，真係啊！係啊。智慧賣飛㗎嚇，哇！真係好啊！中年好聲音咧，我覺得係一個好有影響力嘅節目。佢嘅影響力不單止係香港，係穿透咗亞洲，甚至乎係全世界華人嘅地區。咁我覺得香港係一個國際都市嚟嘅，香港係歡迎所有地區嘅人嚟到度競爭，嚟到度打拼。好似我當年咁嚟到香港打拼，我哋一齊攞到成就，亦都可以一齊成就香港。大家加油！多謝毛老師，好希望你多啲嚟香港嚇。好啦，我哋問下李克勤老師啦。嗱，我哋不嬲知道咧，克勤無論係即係大嘅場館啊、細嘅場館啊，全部咧佢就好定嘅，即係嗰個發揮好定啊。咁身為冠軍嘅導師，你有冇啲好定嘅嗰啲定心丸咧派俾我哋嗰七強咧？我係表面定啫，唔係喎，我係內心都係好緊張嘅。係咩？係㗎，不過我樣又好似好鎮定咁樣啊。係咯。咁同埋即係我諗，即係而家嘅呢一七強咧，我相信大家都好熟悉啦。咁同埋水平都非常之高啦。即係我覺得最緊要係睇佢哋今日即係揀嘅歌啱唔啱佢唱，同埋喺一個咁大嘅場地現場直播發揮好唔好，有冇失誤咁樣咯。好啦，咁啊今日辛苦評審團啦嚇。辛苦晒，睇其實電視機旁邊嘅觀眾咧都係第8位評審嚟嘅，即刻掃描熒光幕嘅 QR code 啦，就可以參與觀眾進愛好聲音呢個環節。而投票咧就係去到決勝快歌唱晒7個就會截止投票㗎啦。係啦，咁啊而家俾少少時間大家咧去收拾下心情，因為廣告翻嚟之後咧，嗰個比賽就要開始㗎啦。第一個環節係決勝嘅慢歌，咁七強咧就會根據佢哋自己選擇嘅出場序嚟出場。第一位係鄭嘉誠，轉頭見。相加後計算出平均分，再試寫5日就係選手最後嘅評審得分，再加埋觀眾投票嘅誰是冠軍票數排名分，第一位100分，第二位99分，第三位98分，即係話選手最多可以得200分。今個回合最高分嘅選手將會成為中年好聲音社嘅冠軍。咗佢哋必殺歌，即係話我哋網上投票誰是冠軍已經截咗止。喺呢個時候咧，我就話俾大家聽，我哋一陣間會一齊一次過睇晒啲分，係好刺激㗎。我而家想同大家分享少少嘢，就係其實當我接到呢個邀請做中年好聲音呢個節目嘅時候，我去咗個朋友嘅屋企，我就請教佢我點樣做呢個主持，呢個節目會唔會 OK 啊？我做咗4年，呢位朋友今日坐咗喺評審席。李克勤先生，我哋做成點啊個節目？冇得頂啦，即係我會覺得收視率就係最好嘅，話俾你聽個節目究竟好唔好咯。咁既然咁多人睇，我諗都唔使我講啦，係咪？咁你又連最佳主持人都攞埋啦，咁亦都唔使我講啦，係咪？但係我想講俾你聽，我見到你而家咁好。我作為你嘅一個好朋友，我覺得好開心。多謝李生，佢一路鼓勵我，多謝。但我可唔可以貪心少少啊？唔好喊啦，唔好喊啦，唔好喊啦！即係貪心少少咧，如果阿李生呢把好聲音可以加持我哋中年好聲音呢個舞台就正啦，可唔可以啊？我係香港代表嘛。我哋轉頭翻嚟有李克勤。